台南市长黄伟泰14号特别出席新北市邦桥大碗巴，甲着台南农产运销公司远东百货以及 CT Super 的代表共同来签约，对今日起台南的进转往来、木瓜、甲着羊芳果等优质的水果，将伫个北台湾北京的远东 CT Super 进行来上架。我们从台南一路北上，一直北漂到我们大圆柏的 City Super。我们可以知道，事实上台南的农特产品，尤其不管是花卉，不管是水果，不管是咖啡，不管是蜂蜜，还有许许多多，甚至是米，都是最好的。那台南除了有台南是已经有400年历史的古都，那但是有最高科技的台积电，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农特产品。那这些农特产品，我们有产地直送。直到我们 City Super， 那中间节省了许许多多的层层关卡，而且能够提供给最优质的新北消费者以及最优质的北部消费者最棒的、最新鲜的、最当季的，而且最应景的一些农特产品。那尤其520快到了，520就是我们的情人节，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不管是买蜂蜜、买咖啡，甚至送花，甚至这个送水果，都是最好的心意的表示。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哦，来 City Super 来看一看台湾精品、台湾的农特产品、加工品。伫个上架记者会中，市长黄伟泰嘛捧出新鲜的往来，甲着木瓜的切片，邀请现场消费者来试食，并强调台南生产的农产品有一定的品质保证，而且佫是产地直送，绝对是民众消费购买的第一选择。而百货业者总经理徐雪芳嘛表示 ，City Super 对着产品的品质把关相当的严格，会用个上架销售，代表产品通过市场甲消费者的双重考验。未来会继续甲台南农产来合作，提供更多在地农特产品，予消费者来选买。台南新闻综合报道。